妈，可不可以买一碗热汤面？这个。来嘛来嘛。来，快，你们请。来，就一碗汤面吗？一碗汤面。要得，汤面1碗。大过年的也不加2个菜，吃碗热乎的就行了。吃鸡饭吧，鸡蛋吃了。妈，你不会吃啊？妈不饿。不要说了。谁让你吃那么多了？妈还没吃呢。龙龙。妈，等我以后挣钱了，我让你们天天都吃面条。不就是一碗面条吗？你俩要是乖，妈以后还带你们来吃，听见没有？老板，结账。哎，要得，5块。走。大狗油死你们！啊，不好意思，孩子不懂事儿。来，怎么这样说？你们请啊。是，老板娘。哎，可不可以再给我们来一碗汤面？一碗汤面？要不要来点别的？来碗热乎的就行。老婆。哎。做3碗面给他们，要得不？过年了。我看不行，这样不好意思。你说是不是？要得。好。来，你们的面。平时看你憨都憨了的，心还多善良了嘛，做来脸色要做2碗。哪个都不同意啊。妈，你也尝尝，来。妈不饿。吃嘛。哎，吃嘛。来，尝一口。妈把汤喝了，你来把面吃了，啊，不许剩，听见没有？妈，我好像发现今年的面比去年的多。老板，结账。哎，好，来了。哎，什么都就是。大姐，今天的面够2个人吃。哎，不说那些，我应该付2份钱。不说这些，你找我生意就不错了。阿姨，你就拿着吧。来，拿着。阿姨，今天面太多了，您就收下吧。多啥子多？几根面。来，大姐，谢谢，你就收下吧。来，还不好意思呢。哎，时间也不早了。哎呀，大过年的，来，赶快你们回家，你们俩3个嘎。不说这些。